小人，阮真欢喜，搁有即个时间，搁有即个伫你所定着的日子，来到你的殿里，要来敬拜阿罗你。感谢你所赏赐的丰富，互地润泽，田园滴雨水出新的五谷，互我得饱足。感谢你安尼赏赐，阮伫你面前要来敬拜阿罗你，愿安尼。会敬拜阿罗，诚做芳芳的祭，是你所欢喜的。也愿你的圣神引带带领阮，互阮知阮着出声开嘴来学了你的大尊名，学了你为阮所做奇妙的大作为。阮搁一摆感谢你，感谢你听阮的祈祷，也安静阮的心，用谦卑的心、柔软的心来接受你的话语。互你的话语，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帮助阮伫所行的路，也拢会当荣耀你的名，利益伫人。搁一摆安尼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现在平安，欢喜甲你做伙伫耶和华所定着的日，分别最圣的日，咱三甲做伙来敬拜阿罗咱的主上帝。日出日落是伊所定，咱出声阿罗伊，无论伫顺境、伫逆境，甚至伫得时不得时的时，咱若大大开嘴，伊就要大大充满。咱做伙来出声，免大大声不要紧，总是出声来阿罗伊回应伊对咱的听。平安的七月暝。
咱的安慰，感谢主，伊陪咱经过丰富的黑暗暝，伫即个所谓的7月7月，咱无惊灾害，因为主甲咱伫地，也一世人有平安，甲咱三角行，真欢喜。甲咱做伙来敬拜阿罗咱的主。神，再次请坐。我们知道决定跟随耶稣的人，决定跟随耶稣的人，伊要将伊的平安福气赐福伫咱。相信咱做基督徒久久，咱是不是有甲主讲，主啊，我的心要紧紧跟随你，因为对伊的人真正有福气。无论俺行伫什么环境，无论世间何福。拢
拢无定定的时，主意愿伸伊的圣手会来牵你，牵我的手，来甲咱保护。咱咧唱这首歌的时，咱用感恩的心啊，搁一摆伫主的面前立誓立约，甲伊讲：主，我要紧紧跟随你。
归于神。创造万物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伫即个日有风雨的时，阁会使看到天星闪烁的星。阮知有风有雨，拢是你所想事。听阮祈祷的主上帝，你无论伫啥环境，你拢赐平安伫阮的内心。你阁教阮安慰，阮忧伤悲痛的心，要来倚靠你，拢放落，拢放下，交互咱的主耶稣来摆比。主感谢你听阮的祈祷，伫即个落雨的日，阮也将兄弟姊妹的平安交托伫你的手，求信神你帮助阮出入拢有平安。阮阁要伫你的内面，用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成做阮的帮衬，互阮所做的拢是利益的人，荣光你的名。帮助阮也用谦卑、顺服、敬畏的心来服侍你，互叫你的名受高举。愿这一切荣光拢归乎你。帮助阮今仔日的祈祷，帮助阮今仔日的学路敬拜的声，拢是你所欢喜的。愿安尼交托、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若求叫耶和华的，耶和华甲因亲近，就是亲近遐个诚实求叫伊的，敬畏伊的，伊要诚因的心所爱，也要听因的求叫来拯救因。听人祈祷的主啊，既若有血气的，拢要就近你。只是咱三甲来吟诗，圣诗147首，圣诗147首。你减有就近主，互伊洗清气。你减有就近主，互伊洗清气；减有洗伫羊羔的保护；减有专心靠救主，得到称义；减有洗伫羊羔的保护。请咱起立吟全首。
咱徛地，咱做伙来共读新的诫命。你着尽心、尽性、尽力听从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真理的总根头。我用新的诫命予你，就是你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你也着安尼三听。你若三听，世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这时，咱三个来启应，启应文63篇。神是对所仰望的事有把握，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古早人因为这个事得到上帝认定接纳。对神，咱知有就是对上帝话创造的。安尼看袂到的是对看袂到的。对神，阿伯比该阮献较好的祭物予上帝。对这个事，伊得到上帝认定接纳做义人。虽然阿伯已经死，通过这个事，伊还要讲话。对神，伊若无经验死，受牵线去上帝遐。人无看到伊，因为上帝甲伊牵线。伊若受牵线以前，已经予上帝认定接纳。无是就袂当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对是安那挪亚对还未看到的事，有听上帝的警告。对于这个神，伊定世间人的罪。对神阿伯拉罕受调起，得要承受最产业的地的时。这个人通过因的信，拢有得到上帝认定接纳。伊的旨意是爱这个人甲咱有份伫即个安排。赞美，今仔圣歌队所要献唱的诗歌是下面的演习。
只是我要来分享咱今仔日的经文，记载伫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4章第20到第7节。那只是我用台语汉语本来共读。约书亚记第4章第20节，就对百姓中经12人，每支派1人，命令因讲：恁对遐对约旦河中祭司的脚定定徛伫所在，取12块石，带因甲恁过去，下伫恁今暝要休困的所在。约书亚就照伊对以色列人所备办迄12人，每支派1人，拢叫因来。约书亚甲因讲：恁过去伫耶和华恁的上帝约柜的头前，到约旦河中，照以色列人支派的数额，逐人出一块石头，压伫经头里。第6节，他用即个伫恁中间做证据，日后恁的子孙问恁讲：这个石头对伫恁什么意思？恁就对因讲：是因为前约旦河的水伫耶和华的约柜前，这段约柜过约旦河的时，约旦的水这段。这个石要成做以色列人永远的记号。以上，愿上帝祝福听叹伊话语的人。只是咱要来邀请小牧师来证道，今仔日要证道的题目是历史为记。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敢若三角地地伫今仔日检采有丰富，又愿会当来做伙敬拜上帝。咱今仔要来透过约书亚记第4章的经文来思考这个题目，采石头来成做记号。你生命当中最近一届的记号是啥物货？敢有较印象较深刻？亲像我最近看新闻，应该是讲逐一届落雨，我拢会做心有戚戚焉。因为我大学读昆山大学，昆山大学只要落雨，拢会上新闻，较济是安怎？淹水吼！我毕业典礼迄天，大家拢穿啊足正装。迄个时阵，阮外口的雨淹甲1尺悬，大家爱脱被起来安尼足狼狈，撩出来停车场，印象足深刻。所以呢，如果你嘛伫昆山去过迄个高速公路下骹迄个涵洞，你会看到一寡刻度。迄就是一种记号。总是呢，咱今日要来透过约书亚记即个经文来思考，什么款是信仰的记号？咱今日要做伙守圣餐，圣餐的当中，牧师会读礼仪文，即个礼仪文嘛讲到圣餐成做上帝帮助耶稣基督，然后最后伫十字架顶来为着咱来赔命，这是一种信仰的记号。所以咱做伙伫遮来经过。好。大心要甲大家来分享一个真有名的旅游景点哦。咱最近也是这几年，也是你有印象中，敢有去过赤坎路？哦，台南人通常拢足早正去过吼。赤坎路呢，伊内底有几个特别的物件啦，叫即个碧玺碑。吼，这几字读做碧玺，我袂晓读台语吼，因为这肯足歹读。相传的即个碧玺，这个是生了一种做成乌龟的一个动物。即个乌龟，因老爸是啥物人？恁足歹约会到。乌龟的爸爸毋是乌龟啊，龙生九子，逐个囝拢生做无共款。你有敢讲安尼？因妈妈、因爸爸到底是啥物物件吼？龙生九子，每一只都不太像龙安尼啦吼。这碧玺就是龙生九子其中一只。总是呢，伊相传即个故事就是讲，伊伫水中会活动，所以时常伫溪流啊，遐会造成这大海鹰安尼。所以呢，迄个时阵人真讨厌。后来咱知影有一个人治水足厉害的，叫做大禹，对毋对？大禹治水就打即只碧玺吼镇住。后来呢，防止伊要乌白走，伊较早伊听讲，伊会较只偏拢派即个山河，就是讲派一寡足大的石头。
后来伊将大禹将治水迄个过程的遮个记录，将放伫即个碧溪顶悬。后来即只碧溪毋知安怎游来咱台南的赤坎路。你看赤坎路顶悬的碑文就是遮。佫较趣味就是呢，即个赤坎路的碧溪碑顶悬是写一个人的故事，叫做林爽文。有人知影林爽文是啥物人？也是去车卡然后去食素食啊，啉牛肉汤啊。咧临江你会当比你看觅。林爽文这是当时清朝、明朝咱迄个时代地方抗议叛乱的一个人。伫官府的角度来看，这叫做叛乱分子；伫民间的人来看，这叫做啥物货？这叫做勇士啦，因为代替人民出气嘛，对抗政府。因为迄个时阵台湾就是讲较无人要来管，所以呢来遮过即个做即个地方官的人，就像咱即马中文讲的，做个样式，过个公文安尼尔。所以呢会当互会当趁的尽量，咱有趣味你会当看即个记载。所以伫执政者的角度来看，即个林爽文这是歹人；伫人民来看，种这为地方来出头。即个是真特别的，讲一个记载的物件。咱咧看一个物件的记号，如果囡仔无经过饮水、经过昆山的迄个磅空的时阵，会看安尼一空一空安尼一格一格，伊会想讲迄是量身高。我今年大偌悬安尼，毋知迄是几年的时阵有饮遮悬。所以咱今仔要来看一个嘛是饮水的记载，这是约书亚记即个经文。当以色列人因经过埃及做苦工了，要去伫迦南地。迦南地毋是咱想象讲咱要去一个农业区安尼，其实伊是一大片的土地一个国家安尼。所以呢，经过即个迦南地大省，因经过一条河叫做约旦河。约旦河大家真熟悉，耶稣甲行洗礼约翰就是伫遐。你服侍安尼，总是约旦河，咱一般看如果伊亲像一条圳沟，圣经台写记载个，感觉无啥物趣味。如果咱嘛台想象亲像一条詹文溪遐尔宽，你会感觉讲这是真恐怖的一个自然的溃烂。因为因经过了后呢，上帝互即个溪水断去，后来因将伫遐采即个石头，正做一个纪念。这是代表上帝恩典甲因三角地带，所以咱今日要来看这个记号，对着以色列人因整个生命以及信仰的正典。好，咱来看第一个部分，珍惜上帝伫咱生命当中的作为。咱今日要来讲这个记号，记号通讲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可能你有开过刀，可能你有伫拄仔受伤的一个记号。嘛有一句足励志鸡汤的话啦，伊讲生命如果没有裂痕，什么东西都照不进去生命。有人看过这句话还是早安图？你等于你家己做一张吼，生命如果没有裂缝，阳光就照不进去你的生命。这讲啊做趣味的吼。茶叶蛋如果没有裂痕，吃起来就会怎么样？没有味道。那问看看你想不想要有生命有裂痕？无人袂啦。总是讲这是一个真挑战咱信仰的角度。介绍一本绘本叫做《咕叽咕叽》吼，这本绘本足趣味是，阮囝算熬感冒的一个囡仔，所以大概陪伊诊所，然后就用迄个童书，爱怎看一本册。后来我认真摕来看，我发现讲这是心理学一本足要紧的册，伊咧讲一个自我认知啊。这个故事就是讲，有一群这个野妈妈吼，就是咧孵鸭卵安尼，孵伊个细汉囝。有一天毋知安怎，有一粒酷鱼卵，可能规因遐走出来。一粒酷鱼卵种拎去遐，然后呢，野妈妈个发展母爱个继续大哺安尼，所以到大家拢要长大时阵，鸭卵安尼啵啵啵，有小鸭子，结果迄粒酷鱼卵就啵一只小鳄鱼，小鳄鱼敢讲我就是做伙共款的嘛，我喙较长咧，我个甲遮鸭子做伙生活。后来一步一步长大，有一天因要出去散步的时阵，这个小鳄鱼拄到伊的同伴。这个同伴来讲，是安那你会甲咱的食物跟我们的食物走在一起？酷伊食鸭嘛，又讲你哪会甲咱的食物行做伙，甲伊称兄道弟做朋友安尼。后来这个小鳄鱼讲，无啊，我毋是鳄鱼，我是鸭子啊。后来伊个感觉足侪困惑。有一天伊去溪边佚佗的时阵，伊看这个水中的倒影，看到家己讲，我竟然毋是鸭，毋过。
我哪会讲阿的话啊，甲这阿怎做伙安尼？啊，后来个产生足侪伊思考家己性命问题。后来有一工，佮拄着伊歹朋友，叫酷伊的朋友，酷伊就讲哦，你逐工阮拢爱去大猎口通食饭，你逐工拢甲阮的食物行做伙吼，无连讲恁看要去佗啊，行程甲我讲一下。啊，其实这歹朋友是要讲，因要去到一个所在要埋伏吼，啊，你个样享受一顿免费的姜母鸭。啊，所以呢，伫迄个鸭肉足侪的时阵呢，即个小鳄鱼就想讲袂当，我是鸭子，我爱保护我的好朋友，所以伊个伫遐想讲，啊，因佫讲我甲因生活足共，啊，我看佫生活足共，伊产生一个矛盾。后来伊敢讲，我爱保护我的朋友，伊想要设一个计谋个讲，啊，阮当时比如拜伊要去迄个所在，啊，阮会经过迄个悬崖，阮要跳水要佚佗，啊，所以迄个酷伊的朋友总伫遐等。后来即个阿因个讲好，有一个歹朋友伫下骹伫等咧，所以咱个搬足侪石头，啊，所以等因要行到的时阵，伊个计做搭石头等落，啊，遐酷鱼种食到遮个石头，啊，就个安尼拄着足歹的状况安尼。哦，即个绘本大概是讲遮个物件，啊，这是你讲即只小鳄鱼，你讲啥物货？伊透过思考家己的性命，找到一个性命价值。啊，所以咱今仔日讲一个纪念，其实过去的纪念，也是讲咱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啊，不管你有啥物款的裂痕，还是像咱咧看真情部落格，你可以看到讲每一段故事的背后都有一段事故，对不对？通常都有，无去真情部落格给做歹看。所以咱看遮个经验创伤的时阵，这毋是你讲啊，这敢若讲甲你讲足惯是这个人因为生命破碎啊啊得到信用。你用这个角度去看一寡信用见证，可以减少足侪困难。总是你看这个人生命改变，你可以看见讲上帝稳定伫伊生命当中，怎样来重新徛在，重新来起做。对着足侪信用的思考的兄弟，我已经鼓励伊看约书亚记头前即几章。其实这是咱咧看旧约的一个缩影。如果你有兴趣看旧约圣经，通常较无人兴趣，因为足够困去哦。可是迄足侪历史记载人名等等，啊，你看了足无聊。总是有一个足大的一个咱讲底层逻辑，就是讲上帝是稳定，互以色列人，以色列人领受稳定。以色列人领受稳定了后，开始为非作歹个，讲拜偶像等等，跋倒。上帝佫叫别个国家来甲因攻打，攻打了后，因佫开始伫遐摇把沙讲主啊救援救援，啊然后因佫得到拯救。啊领受稳定了后，佫继续犯罪。你注意看大先知、小先知个新约头前17几本，通常你讲遮个物件，啊总是呢，咱咧思考一个物件，就是讲，啥人遮尔健忘？人哪会遮尔健忘？哦，阮教会有一寡失智的长辈，迄个毋是健忘啦，而是真正会袂记节。啊，袂记节是要安怎？该透过足侪提醒，去写便条纸。所以也是讲做礼拜时阵，礼拜日一定要来教会，透过一寡物件来，互伊讲我这时间到，我爱做啥？互伊来想到遮个记载。所以你看约书亚记第1章、第2章、第3、第4，遮你讲啥物货？大兴兴起约书亚来接续摩西，因为摩西年老啊，然后上帝要带伊调转去。过来著名的故事约书亚因要秘哩迦南地，毋知影则生做啥物款，派探子出去。啊，探子拄着拉合，咱的传统的记载讲伊是妓女拉合。咱咧看政论节目，你会感觉遐个人我足厉害，对毋对？我捌足侪物件。敢有人想过，即个妓女拉合，咱捌甲政论节目的人共款遐尔啊侪？国家情报因国家军队囥伫地拢知，这毋是一般的职业，有可能是早前翻译的时阵，啊，这女性因为伊特别的工作来造成安尼的记载，所以探子为人解说讲，探子的性需求很强大，因为一米哩也哩个想个当走去找即个妓女拉合。啊，另外一个角度是思考讲，因为即个人伊的工作有足侪地方情报，这帮助咱咧思考。啊，第3部分呢，经过即个河的时阵，约旦河我讲如果嘛是一条圳沟，安尼下个下过，总是约旦河伊有雨季佮干旱期，所以雨季的时阵，即个溪面的涨大会真大。咱嘛规高速公路经过十文溪，你会讲真大。约旦河迄个宽度有可能宽到1公里以上，
因为迄个河水泛滥，早前伊会安尼蔓延。所以，当以色列人因要经过即个所在时阵，通讲亲像要过红海，因为因无法度看到头前的路，因嘛无法度想象我要怎样过。总是上帝话，互遮的溪水来炸断，炸断了后，因将会当撩溪来行过，伫遐看见上帝引带。这个是咱今日看的经文。最后因行过了后，毋是讲拍拍屁股讲我行过了后，我就要继续要入迦南地。咱是上帝答应讲，恁爱采石头来正做记号。这个石头要创啊货？咱如果嘛看落雨有水无水，看日月潭迄几只青蛙，你会知对毋对？迄个是一种记号。因有采两个石头，第一个石头是伫溪的内底，像日月潭安尼；第二个石头是伫岸边，互因知影讲上帝恩典甲咱三个之地，对埃及到伫迦南地到约旦河。一步一步带咱来经过，所以这个记号，通讲是帮助你定心、你思考信仰。这个信仰，就是帮助你看见讲上帝生业伫生命当中的经过。足侪人看来生业可能是我钱顶无钱，向变成有钱。总是上帝足侪生业是啥物货？帮助你经过迄个生命上艰苦的时刻。我感觉迄是一种特别的生业。伫迄个咱失落的时阵，你回首来看见讲。上帝无离开咱，即个信仰的信仰，我感觉是对以色列人上介大。如果嘛无安尼，你看整个伫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应该是几界互人来灭绝，即个民族就无去，总是继续宣传到伫新约，这是值得咱来思考。好，咱来看后一个部分，头拄讲到即个经文有讲到伊有两下采石头，历史用石头来做记号。第一个是溪流的当中，伫即个河床的当中，所以呢，放即个石头代表讲上帝甲因撒甲之地经过，溪水搁中起来，搁看无，约书亚搁采第二个伫即个岸边安尼，伫即个岸边是帮助人咧看啥物款的物件。因经过溪了后，对毋对？想计离开，总是迄个石头留伫遐，因可能较少机会搁转来迄个所在。总是当因是游牧民族，所以因咧迁徙的时阵，当伊的细囝、伊的后代看到这个石头，定心大问讲：阿公，这是啥物款的意思？这个人讲会出来，讲这是上帝伫咱的中间，带咱行过这条约旦河。所以这个恩典的记号，通讲帮助人来看见。因为咱今仔读的启文，每一个人对着信心拢无共款的思考。总是呢，有一种信心是你看到迄个物件的记号，你知影讲上帝甲咱三个伫地。所以帮助咱咧讲，伫即个信仰的当中，我才写着，毋是看见上帝的心意是作为，是伫定睛去看的时阵，看见迄个上帝同在，搁较深的信心甲仰望。伫即个当中，互你做伙来思考，上帝检采无离开咱，是伫咱无共款艰苦、无共款的时刻来陪伴、来引带咱。好，咱来看第二个部分，咱个会当记得啥物货？咱长久以来吼，咱读册拢会受到咱的教科书讲中华文化几千年，5000年哦，有够厉害！5000年耶稣还未出世吼，上帝应该来啊！所以呢，伫迄当中，咱受足济的遮个文化的思考。总是呢介绍一个物件，咱嘛有去台东。也是讲你做爱看一寡外星人探险的频道故事等等，咱伫台东共看有遮个物件，这叫做巨石文化。你嘛看一寡电影会讲，英国嗰个巨石阵中东有这个巨石阵，伫台东共看有这个物件。当然毋是生做安尼，这是 AI 帮我画出来。这个巨石阵伊的文化3500年其实无对哦。3500年耶稣出世正前1500年，以色列人因可能搁伫旷野咧行的时阵，台湾已经有人伫遐采石头咧做记号。这个物件真特别，就是讲咱整个南岛语文化的讲对着可能较北小可日本遐可能有一点对着台湾、菲律宾甲下骹即个澳洲、纽西兰遮，这拢算南岛太平洋南边的岛屿的文化。因遮话拢有一寡共通性，所以你找即个南语的人走去菲律宾的一个岛，因的话小可会通。佫有人咧问讲是对对来，比如菲律宾人搬来台湾，
搬去兰屿吼，安尼 OK。啊，问题是台湾的即个土地足细，啊，结果讲无共款原住民话超过10几种。咱咧看印尼啊、菲律宾迄足大，啊讲足侪话，这 OK。啊，问题是台湾遐尔细，哪有遐侪人咧讲无共款的话？啊，这互足侪人类学家产生足侪思考。所以呢，即个时阵，就爱来找考古遗迹，就讲好，咱几个国家做伙考古。我学到一个1000年的，我会晓讲，即个性命即个文化对阮遮来。啊，你迄个国家学到2000年，个换你讲即马有可能是阮即边来。啊，台湾即马找到是即个南岛语系上介旧的资料，所以有可能是遮个国家的人有可能拢来过台湾，还是对台湾出去。所以有即几个物件，给互你较赞声啦。台湾文化至少3500吨以上。希望咱看中华文化5000年，啊，其实迄毋是中华文化。你注意看讲汉人嘛，对毋对？啊，清朝是啥物人？满人嘛，根本毋是汉人，所以无迄个中华文化5000年是整个中华地区的文化可能有5000年。这帮助咱咧思考，互咱用更较快的物件。啊，所以咱透过真侪遮的考古资料，即个采即个大的石头。伊要互后代人，你看啥物货？啊，这毋是恁兜用尔，我今年趁足济股票利息分足济，我种采一个石头伫因兜。这个石头足大的意思就是讲，这毋是民间的起造，这是透过有可能是因有迄种的敬拜，因有无共款的宗教，透过这仪式留来物件。一个所在的人带做伙，第一要紧的代志要先处理啥物货？食饭嘛。爱带落嘛，你要好生活嘛，爱有生产，最后才会发展文化，才会仪式。所以你看圣经足趣味，以色列人因去到一个所在，上帝叫因做祭坛来敬拜上帝。这有可能就是早前原住民的祭坛，因为宗教文化的祭祀。啊，这毋是短短1-2年给发展出来，这代表后壁有更较深的历史，伊靠我倒来透过整个的部落做这个代志。所以因留落这个线索，帮助咱咧思考。咱今仔看圣经，嘛留落遮尔啊济的线索，帮助你咧思考信仰。所以我头拄也讲，人工以色列人遐个细汉囡仔主基督的孙啊，看伫遐个石头，佮无因阿公阿公啊，这到底是啥物货？这是地啊搬来安尼吼。啊，所以呢，因伫遐留着咱今仔看咱的经文，伊讲帮助后壁的人来做几项代志。这嘛是一种信仰你去做结连的代志。第一个是看到记号，伊讲囡仔看到，啊，佮问讲啊，这是啥物货？阿公这个时阵，可能嘛记载记忆更较好的时阵，佮开始来讲，因怎样对埃及经过旷野，到伫这个所在，开始讲信仰的故事。啊，最后呢，因了解了后呢，毋是听过个放袂死。亲像咱即马有足侪教育拢是安尼，听过个放袂记。咱嘛有孙仔伫学校，你学台语，你就有亲情的感受。学校教足侪台语歌，囡仔唱两下，我连听话，佮听无啥有。啊，我讲奇怪，这到底是倒来台语？啊，总是因嘛唱我足欢喜，我嘛学起来啦吼。啊，嘛对咱以后台语的文化有帮助。啊，总是呢，伫遐讲的时阵，就会成做一个好的信仰的传承。这是整个迄个人因伫遮采即个石头，一个真要紧的过程。所以伫遮写讲纪念，这毋是一个怀旧啊，我有一个石头伫遐，乃是伫遐重新来塑造因的灵性。这是上介困难的物件，因为咱看整个的旧约，以色列人时常伫遐跋倒犯罪，因无一个真好的灵性的塑造，所以伫遐帮助咱咧看讲一个生命的记号。对着你整个信仰的起造要紧性。好，咱来看后一个部分。对着因以色列人要经过约旦河，咱头拄讲着讲约旦河有大有细。行西的约翰，伊咧逐人行西的是伫约翰河边，对毋对？请问，如果你要带囡仔去佚佗耍水，你会记詹文溪遐尔大条的所在，还是去迄个小小的圳沟？一定伫小小的所在，无行西的约翰，袂当洗咧，个互水流去啊。所以行西的约翰会伫约旦河较细的所在，总是呢，伊有往足大的所在。真正伫中东遮考古的历史，有看见讲约旦河有几界溪水真正杂长，
这咱台湾就有经验，这叫做堰塞湖，就是地动中东地动，上游一个所在山崩去，溪水将炸掉。因为当时是农业社会，所以因个爱去找问题，所以有留落这个记载。所以伫历史顶面呢，看见正讲这个以色列人因经过这个约旦河，到底是神呀，还是自然的现象？你用更较大的角度来思考，这两个物件，因为是上帝的掌管的当中。如果嘛无上帝，这个自然的事件袂发现，袂伫迄个所在，因拄要过河来发生。总是呢，伫迄个当中，咱徛伫现代21世纪的基督徒，你要怎样来想这个过程？就亲像你咧看摩西开红海，以色列人来行过，这看起来做成你讲妄加，你讲神话。总是呢，上帝如果你相信伊是掌管大自然，给伫迄个所在，互遮个代志来发生。所以我只有写到一个属灵眼界的思考，就是讲。圣经这个重点，是在于上帝怎样来透过大自然来成就救恩。这个真正的纪念是，这个溪水断去那定，乃是伫百姓上界欠缺的时阵，上帝为因开路，带因来行过。所以，咱透过大自然，其实会思考真济。像昆山咧，大概遐饮水，还阁遐侪人要伫遐起厝，这是一个足大的问题。这用都市设计的角度，因为我伫遐读册，我读空间设计。有足侪都市设计的角度，是伫足侪足水的山顶，要起足侪民宿，雨落真大，民宿对山顶个冲来山骹，这是大自然帮助咱咧思考一个问题。所以呢，咱咧看讲信仰当中要怎样来思考？上帝伫大自然有放落真侪问题，互咱咧看，总是咱要用怎样的眼界，做伙来思考，做伙来看见这个部分。好，咱来看第三个部分。外照甲纪念照，看一项代志呢，会决定你要怎样去思考，甲做即个行动。捌听过一个故事，咱较早如果嘛伫教会有煮过爱餐的兄弟这可能做经验。煮爱餐的兄弟，拢是上界无法度好做礼拜的一群人。我的妈妈到即马搁咧煮爱餐，所以伊爱提早走，不管是你要伫厨房放电视放啥这拢无法度。好好的来敬拜一场做礼拜安尼，因爱准备足侪物件，所以呢有一个故事就是讲，伫要煮爱餐迄个时刻，可能是妇女团契，开始伫遐咧款，结果呢，好死毋死，迄天拄要煮卤肉饭的款，要用豆油结果看来看去讲到会剩半罐，即个时阵你安怎？紧冲去，如果恁兜无全脸的时阵，你就开始烦恼，无买无豆油。另外一个妈妈就想讲，阁有半罐通用无咱先冻看卖，无够搁来透一寡其他的调味料来处理安尼。共款一个半罐的豆油，总是有无共款的眼界，搁共款的思考。检在咱咧看共款即个罐头即个豆油，亲像是一个资源，亲像你拥有的物件。你共款看即件代志的时阵，你是用怎样的眼界？影响你的性命足侪拢毋是你看见即个半罐，乃是你怎样来看讲上帝怎样赏赐，互你即马有够遐开力来做遮个代志。如果以色列人因看到遮个困难的时阵，你就想讲我惨搁要撩即个溪，毋知发生啥物意外，这个就是呢阴霾。总是呢，如果因经过经过埃及，经过遮尔侪代志伫旷野当中，看见上帝赏赐来引出因的时阵。应该相信讲，阮到遮的时阵，检查阮看无路，毋过我知影上帝用方式，互阮经过即个约旦河。这检查是咱今仔看即个经文一个真要紧的一个信仰的思考，嘛帮助咱咧去做你的性命。为时阵用一个长辈教我勉励话，伊讲为时阵咱性命行到即马你就想讲，上帝拢带咱到即个所在咱个继续。用一个信心听候伊后一步要怎样带咱行？对着外照，咱头拄仔讲到伫约旦河来用即个石头，石头伫圣经有足侪特别的意思。哪有讲外外石头？彼得讲的讲建造活石成为灵宫，嘛有诚做纪念石，耶稣诚做出角头的石，亲像地基足要紧的石头伫遐。所以呢，甲主来结连了后呢。即个石头毋是因对溪边浮起来，
即个石头是真做整个以色列人因救恩的记号啊。透过一个转换，透过一个无共款的见证，免得咱阮一个兄弟，检采咱拢是无共款的领袖，啊，毋过呢，亲像这个石头，因个伫遐囥的，因为以色列人因毋是继续留伫溪边，是继续往迦南地来行。纪念的石头囥伫遐，总是因早尾迦南地是遮纪念的使命，伫遐来影响无共款的族群，继续伫遐来经验因的生活。好，咱来看第三章的最后一个部分。哦，这是咱的教会相片，啊，我用 Google 啊，佮用 AI 将大家画了真水的一个图片。咱看到后壁有即个蓝天白云，即个石头用伫咱的起造的当中。这个是上介好起厝的材料。咱每一个兄弟、每一个领袖的人，我相信拢是亲像咱学习基督耶稣，伫遐来将最出角头的石起造咱的教会。啊，总是冒迄落无细记的石头安怎起无好，互人弹掉，这叫做绊脚石啊。彼得前书讲嘛有讲到，古说耶稣的人吼，这真做互人跋倒的石头。我相信咱每一个追求的兄弟，袂真做安尼。总是咱有缘来免的，咱家己时常来警醒，因为即个石头的特质，吼，你放伫边仔可能无价值，放伫一间厝的内底，伊正做一个上要紧的砖仔角，正做一个上要紧起造的物件。好，我留了几个问题，帮助咱的思考。哦，咱即个可能小组或者群组传这几个物件，也是你当即个。图片啊，我有用电子档吼，咱会当来捡落来，会当做伙来思考，做伙来看。头拄有讲到约书亚记足好的帮助咱的信仰是啥物货？咱咧讲即摆有一种物件叫做元素，哦，即摆囡仔吼足元素的。咱较早咱迄个时代，我迄个时代，啊，你迄个袂晓讲，袂当讲恁迄个时代，我的爸爸妈妈迄个时代，啥物时阵是叫做当大人，真做大人，查甫的。查甫是退伍以后，就是变大人。你家己爱工作，吼，爱来饲厝人，吼，爱来负责厝人开销。退伍就亲像咧当大人。啊，即摆囡仔退伍，佮你创啊？退伍足侪种想象啦，足侪种可能性。按过，咱咧讲一个生命成熟度，有足侪无共款的时刻。总是呢，咱特别来思考讲，你灵性的生命，啥物款是渐渐咧成熟？咱敢有含到即个凌晨元素，讲啊我。敢若想足欠过上帝安尼，吼，足侪无满足。检采以色列人，因伫约书亚记即个记载当中，时常显现，按过上帝用恩典来帮助咱补足因。所以伫迄当中，即个记号，诚做啥物款？我只有写一个世代传承，咱可会记得啥物货？咱要传啥物货，互咱的后一代？检采是咱的细囝，检采是咱教会内底晚辈。好，那有几个熟练功课通做伙来看。头拄讲到，约书亚因是伫吉甲，伫即个静态当中，吼来用即个石头。啊，毋过因继续行往迦南地，因是一个活活的行动。因比伫迦南地有足侪任务，上帝爱因去凿灭几个城，清起即个土地，爱因伫遐定心来成做一个国度。伫遐因所印刷的是即个恩典的记号，记号毋是留伫岸边那定。咱是比哩约旦河即个所在，捌伫迦南地伫遐，所以即个动态的延伸哦，嘛帮助咱咧看。检采咱每一个人离开教会，搁来面对社会有真侪挑战。咁呢，伫即个当中，即个诫命留伫你的性命，留伫你搁来伫生活的展现。好，结论来讲，伫溪边来采即个石头，是要诚做纪念。这是纪念讲有新约技术。互你来看见，互你来经验。总是经验了后，毋是讲咱看一个见证故事那定，咱是真心互即个气力，搁伫你的生命来长大。啊，长大了后要安怎？你过一个有德行的生命，过一个会当为着主来仰望的生命。愿主来帮助咱，去做咱的教会，带领咱每一个兄弟，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主感谢你的恩惠甲疼痛。主你透过约书亚记来帮助阮，阮看见讲约书亚因当头前看无路，伫约旦河边因无法度的时，主你伫因欠缺的所在，你个来开江河，互因来行过。检采行过了后，
阮搁一摆挥手，主你就将即个石头，亲像属灵的记号留伫遐，帮助阮来看见，互阮会当看见阮生命当中每一个属主你喜乐的恩惠，互阮看见了后，阮就真心得到快乐，因为主你甲阮相同行，主你也要引带阮，求主你来祝福带领阮的教会，祈祷奉主耶稣圣主名恳求，阿门。好，过来，咱要做伙来甲主同齐祷，来领受圣餐。吼，咱一个吟就好，咱要来吟圣诗355首，咱来吟第1节、第2节。吼，咱一个吟就好。圣诗355首，第1节、第2节。啊，上是咱请服侍长老出列，咱来献圣餐巾。吼，咱要做伙来备办咱的圣餐。咱做伙来听，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既然属于伊教会陪餐者来三角教主受主的圣餐。不管咱伫啥物款的教派、真圣会、卫理公会，还是天主教会，捌领受洗礼兄弟，拢通做伙来领受主的圣餐。咱做伙来听，主伫最后的晚餐来勉励、来鼓励咱的话。主讲。恁既然着我会重担的人，就问我，我要互伊得到安息。主阁讲，我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问伊来甲伊食，伊也要甲我来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三个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捌对主受，也捌传互恁，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暝，伊有摕饼祝谢来擘伊。主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当食了后，主也捧杯安尼讲，即个杯是新的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恁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袂迄暝，伊有摕饼祝谢，虽然伫伊的名照应模样，大心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现在，阮照着你的命令来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来纪念你永远的祭司，阮谦卑恳求你，差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
摆伫主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下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伫你的恩典的帮助，会通成做阮属灵的朋友，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当中，通荣光主你的性命。祈祷奉主耶稣新尊名恳求，阿们。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既然恁认这是，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当请服侍长老出列。主耶稣用伊的身躯来拍破，来勉励，来教育伊的门徒，互因知影讲，伫即个世界，检查不单单的事，总是我靠伊，家己三脚伫地，最后带着安尼气力来行向每一个门徒因生命宣告的道路。愿主的身体拍破的时，搁一摆来成做咱生命甲灵魂的美娘，互咱生命人生得到快乐。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既然恁领受的是，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做伙来领受。当真来领受了后，主也捧杯，安尼讲。即个杯是新的约，伫我的杯所设立下，既然恁啉的是，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请服侍长老出列。
耶稣伫十字架顶，伊流落伊的宝血。检采伫最后晚餐，伊有原知要来行这条爱因之节的好花，总是伊流落的宝血，正做咱众人的寄靠，正做咱众人的救赎。检采伫生命欠费学当当的事，咱无法度，总是愿主宝血搁一摆来寄靠，来洗清咱，互咱有够遐的气力，通做伙来面对。继续咱的生活。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的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恁啉的是，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做伙来领受。当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做伙来祈祷。主，阮专心感谢有灵的上帝，主，因为你给我的疼痛，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我的食物，佮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让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事，求你欢喜接纳阮，率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那以后。主你的名，祈祷主耶稣圣主恳求，阿门。咱搁继续坐咧吟，咱要来吟第2节、第3节，上时咱请长老出来，咱来恢复圣餐。圣餐到这结束，愿主的平安，甲咱每一个兄弟三个伫地。这时，咱准备先来做奉献。
歌文。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享受甲生活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内心，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在情丰收的种子。我亲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能力赐福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祈求，阿门。请坐。这是我来消息报告，请咱掀开咱的周报，也会当看荧幕吼。第一点，本主日举行本年度第3届圣礼节，感谢小会议长肖仁伟牧师来为咱本会敬祷甲主礼圣餐，求主纪念，愿主赐福，谢谢。第二点，咱总会妇女事工部举办2026妇女新学工作坊，主题是破框母职呼召与体制的另类想象。时间是10月16到17，就是拜5到拜6，地点伫新竹圣经学院。来当参加，咱尽量报名参加吼。第3点。礼拜三小组，伫小组的头前的时阵，邀请咱兄弟会当到1楼，就是高义吼，彼此来分享、来关怀这样子吼。好，然后，奉献的部分，请咱家己来注意，若有问题，咱的会计部来更正。那咱来资料，咱本周的金句记载伫约书亚记4章23节。台语，咱做伙来念。因为耶和华恁的上帝伫恁的头前，互约旦的水流，天下恁过来，亲像耶和华恁的上帝前伫红海所做一样，就是互伊伫咱的头前打去，天下咱过来。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约书亚记4章23节。这时是咱公道，敢有补充报告？无哈。这是咱公道的时间吼，悠然邀请鼓励咱大家用敬畏的心，甲上帝相交陪，吼，为着咱的教会，为着咱家己的欠缺，软弱来祈祷。照今仔日的经文所领受的，纪念上帝的恩典，新约它是没有复制的吼，只有全心全意走在上帝旨意的人，才能经历到别人所经历过的神迹。这个是很重要，会记住伊的作为，将信仰传到下一代。那这时我要邀请咱大家开声，做伙来祈祷。哈利路亚！至圣至尊阿爸的上帝，你是信实跟满有恩典的上帝。你丰盛的陪伴，毋领是要互以色列人来领受，就着安尼的启示，原在你所为阮丰盛的陪伴，是要互阮全心全意行伫你的旨意的人来领受。求你帮助阮，常常数算你所赐的恩典，常常纪念你伫阮过去的年日，你怎样扶持阮，带领阮。伫困境的当中，悠然会当看到你的信息甲阻碍。
今仔日，阮伫遮领受饼甲杯，纪念你的身躯为阮抛出，你的宝血为阮流出。主啊，阮对身体大大感谢你，因为你极大的疼痛，互阮有份来就份你的圣餐，就是你用属灵的美牛来油饲阮。对安尼，阮谦卑恳求你，求你用你的慈悲扶持阮，甲你有圣洁的交陪，也互阮的信心来成长。对即个神，阮通行出好行为，做美好的见证，来荣耀主的圣尊名。哈利路亚！伫即个时刻，阮也要为着阮中间有身体欠安、灵命软弱的兄弟来祈祷。伊伫个灵干同在，灵光日日干同在。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圣诗635首，愿主旨意伫正伫地，请咱起立并全首。咱做伙来领受对上帝来祝福。但愿上帝所想事超越人一切了解的平安，会通过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性的相通，引带扶持，甲恁进大家撒开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